夫君，作业提前回来啦？怎么一身的酒气啊？快进去换身衣裳。哎，夫人操心了。今天我的球队赢了，成老国公请我们喝酒，就多喝了几杯。可是，夫君不是随球队比赛吗？怎么二女也跟着去了？啊，今天是我执教的球队的首场比赛，我看他在家待着怪可怜的，就带他一块儿去了吧。你下去吧，我跟夫君有事商量，不用伺候了。如今这丫头怕是不能再当丫鬟使了吧？明天我给夫君再新找几个来。哎呀，咋不能使唤呢？今天无非就是给他换了件衣裳，夫人多心了啊。妾身可没多心，怕是夫君有什么心了吧？没有，真的就是件衣裳的事儿。好了，我给夫人赔罪了。赔什么罪啊？二女是妾身让她回来的，这事儿我早料到了。唉，明天我再多找几个丫头过来，给她也备一个吧。啥意思？她的意思是说，不想后宅再来丫鬟。这丫头从小跟着妾身长大，别看她平时不说话，一副傻模样，这心里面啊贼精贼精的。她的意思啊，妾身全都知道，夫君别被她蒙了。我刚还跟夫君商量呢，如今啊，怕是不能再使唤你了。明天我去多挑几个丫头来，给你也备一个。不找丫鬟怎么办？难道还使唤你？这不合情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找几个丫鬟住在倒座房，有什么事儿喊她进来？就你鬼心眼多，我也嫌人多了烦，怕丫鬟们起坏心。二女啊，你快去烧水吧。啊，我洗完澡好睡觉了。你别睡，我有话问你。哎，有什么话？你们怎么样了？没怎么样。别睡，起来，这起来，哎，不起，起来，不起，起来。夫君，夫君昨晚没碰二女吗？你咋知道？这还瞒得了妾身？夫君刚才的表现，全都告诉妾身了。那就请看我再一次的表现吧。这个生产销售可是至关重要的环节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尤其是这个财务，一定要安排我们自己人，盯紧陈家的人，避免其舞弊现象。俗话说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哎，夫君所言差矣，都是一家人，何来的贼啊？啊，是，我刚才说错了。让胡先生当总会计师，尽快安排约见陈老四女士。瞧你俩那蛇蛇蝎蝎的样儿，我妹妹至于害咱们家吗？去那地方！这个亲戚是亲戚，生意是生意，严格规范管理才能使两家继续愉快的合作下去。要努力的降低生产成本，保证生产质量，提高生产效益。这个效益提高了，就会促进大家的生产积极性，提高花露水的知名度，这样才能使陈王两家更加亲密。天上月圆，人间月半啊。月月月圆，逢月半。哎，马上又要到中秋了，夫人有什么安排？我看夫君因为球队跟花露水的事儿，忙得都没精力了。全府上下都在做准备，难道没看出来？没有个家乐福就是不方便啊。哪儿？哎，没什么。要不然明天我陪你上街去采购一些应景的物件。不用，夫君还是忙正事重要。哎，侯爷，您请。好，你尝尝。侯爷，这个地方啊，本来就是陈家的产业，但是根据侯爷您给的规划图，
怎么着也得1个月才能改造完毕。二女说怕延误了，就领着工人们先制作了起来。没错，商机很重要，延误不得。还顺利吗？顺利。夫君，你看看，照这个进度，还要几天才能上市啊2天。你们闻闻，这和九花玉露没什么区别吧？是啊，上次那个李太太还说什么“此物只因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”，这下她该难堪了。可惜了，没有买到，很快就要断货了。别急，新货过2天就能到了。出新货，必须出新货呀！900两，900两银子啊！这要是穿起来烤羊串，得烤多少啊？那夫君不如多放些银子吧，用到家里在中秋节的花销。放啊！你们俩给我记住，能花3两买货的人，绝对不在乎再花3两。我们做生意的宗旨就是，不求最好，但求最贵。来喽，来喽，原材料来喽！你们可算是来了，快，都抬那边去！我一大早就往过赶，这把老骨头啊，都快累散架喽！来，快点！哎，您来几提这个提提绳。怎么样？哎，真是神药啊！哎呀，这几天啊，把二夫人累的是连轴转，这紧赶慢赶，才把这些原材料给弄齐了。这下够用了吧？不够呢，这供不应求。您可知现在外面都怎么传着？咋传的？这没有花露水的夏天，它是不完整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好。您瞧瞧，我们这几天可不轻省呢。前几天连拉货的牲口都累得撂了蹶子了。得，我这就给小侯爷报喜去。等会儿，我跟您一块儿去，让二女多准备点，这原材料越多越好。快走！姐夫，哎，我找二女商量点事儿，这几天忙，晚上就住你家了啊。走了，二女。太没礼数了，都是我妈惯的，嫁不出去可怎么办？人家老四都不着急，你老跟着着什么急啊？这东西扔地里能长出来吗？能啊，就是结不出果子来。你要种它呀？俩人也不知道神神秘秘的聊什么呢。花露水能挣不少钱吧？不是你这也太跳跃了吧？